面制作单位帮我俩机会做。哦，又有抢了参加的流氓组的啊。哎呀，人家岁数很早在来了。当然啊80岁。80岁嘞，各位。跟我妈年纪也差不多了。真的哦。我妈妈80人哎呀。哎，罗妈敢不冲？哎嘛。你擦着已经拖伫我的心内，三不五时放着你因的泪奶。他还找了很厉害的大咖来。还有哪一些大咖？我这一次的 EP 里面的最大咖就是我有那个跟邀请金曲歌后、台语歌后曹雅文老师一起合作。曹雅文老师，哦，哇，是詹雅文还是曹雅文？曹雅文，我正想问，差一个字差很多，两个都很厉害，两个都很厉害，但差一个字差很多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来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兔啊。大家好。係也來到咧流行歌曲組嘅報 V 正八歲，上禮拜評述誒，目前 V 冕6冠的李秀儀。哦呦，上禮拜評述哈。你不會做到有那個鏡頭會不會帶不到？跟椅子。對啊，同色系。同色系耶。對啊，人家會以為7月鬼節呢，看到鬼耶。他很像媽媽桑誒，抽一點呢，有球嗎？有球嗎？還蠻搭的呢哈。來，我們可以開始進行節目了。來，比賽之前結束比賽現場來。歡迎葉家超先生、總飛先生、馮丕淑先生、陳美儀先生。好來比賽了哈！哎呦，今日來一位資深的參賽者，資深的新朋友，新嘅朋友，來自新竹關係5縣妹帶來鳳路愛流量，我來談看啊！歡迎哦，來到流行組誒。因為我想我嚟參加流行歌曲組。係啊。你之前咩嚟參加傳統組對嗎？係嘛？係啊。傳統組參加啊。係啊。而家製作單位哦，當今日製作單位幫我哋機會做。哦，又有搶了參加嘅流行組誒。係啊。唔感謝製作單位啊！係啊！有冇想過製作單位係唔來貼腳嘅？講出來！冇呢種人啲牌哦。係啊，當感恩啦，人家歲數很早在來了。當然啊。 80歲，80歲嘞，各位，80歲還你也衝，對啊，你冇你在舞台，真的敬佩敬佩，跟我媽年紀也差不多了，真的哦，我媽媽80人呀，哎，羅媽敢不會衝？
流行歌，他不是会唱《日不落的想念》？嘿吗？你不可能亲密给他的主题曲是那一首啦。哪一条？爱上你永远不后悔。你话嘞？你话嘞？除了你之心又有谁？一花就像梨花泪，点点滴滴都可贵。你看，这个就年纪就有差。前面2位老师听的就津津有味，还被频频点头。后面2位老师，这什么歌啊？不会啦，那有可能有唱歌吧？佩淑老师有唱歌呀？有啦。哦，以前红的这电视剧主题曲嘞，《梨花泪》。电视剧主题曲我是不知道，还有唱歌，还有唱歌。于茵茵唱的。8点档的主题曲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呀。我还蛮出色。他来了。歌后堂。双太阳的唐欣赏贡品啊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上一季啊，哦，你真厉害呢。哦哟，80岁嘞。嘿啊。你喊就你咯，个唱歌家嘿哦，唱个艺术歌曲啊。哦，美声诶，嘿，美声的美声嘿，这件唱歌真好哦。俺都实在唔对，我用问讲，你80人岁唱到爱用音哦，实在讲真无简单的，真无简单嘿。大家尽量来参加吧，嘿，因为哦，你精神真好，对，精神真好，好，respect，啊，大家对你尊敬吼，啊，谢谢，加油哦，什么？还有下一集哦，好，加油，好吧？还有下一集，按客厅，你看精神的莫老给报的。请大声一点哦！爱用文书大特大就是不尊重我们。对。请啥用公法比他3比1还是真的，我们流行组已经没有人了。没啦，流行组没爱用型，没爱用型啊，按励志跟没励志，对。对呀，就像那个真难听啊，贾斯汀用有吗？美国的朋友，美国的朋友来参加，哦，京东啊，对啊，俺妹90岁了，刚80岁，俺妹就冇法度冲到安徽了。哦，像娘妈妈的呀，那节目冲，冇法度嘞。 TV 节目的时间。所以加油！请他继续加油，把那个冠军都干掉。冠军干掉，有力又懈怠，可能啊。邵瑜那个表情。加油！好，那看一下2个分数，好吧？看一下羡慕一个分数。好。说到做到呢，先生。先生，又是3分呢，羡慕几？1个分哦。留下来几率动态哦。系哦。好啊。准備一下哦。下禮拜嗰個線好嘛？轉一個線。轉一個線。還有1禮拜啦。好，范子噻。好嘞，沙下來。沙落去古球亭帶來相思苦悶從天。來，彈過啦。 我
上。啊，我今天好像公主哦。大老二，大老二。不倒翁，咩鬼名？好，不倒翁啊。不倒翁。今尾两条狗咩有人点过的哈？哎呦，我妈妈，我妈妈佢有参加个歌唱班呐。哦，系歌谣班，歌谣班。那妈妈，我们客家乡亲很多了。歌谣班，歌谣班。那妈妈喜欢梨花类吗？喜欢。喜欢啊。哎，对。母亲节也要来唱一下吗？母亲节。对啊，佢讲，佢咧下佢唱个歌唱班哈，要10年了。哦，哎，10年嘞。哦，一久的时间呢。哇，那比你资深呢。还要资深，他妈妈没动过床。哎呀，对。老个阿姨羡慕记。哦，叫我阿妹唱是吧？上过嘛动了。哦。哎呦，为了会羡慕，吃甲雷比衰。我们想要看母女戏强。85岁。85岁哦。牙龈动健康，都7、8、90岁冇问题啊，牙龈真的。所以佢讲，了了个去动走时会唱咧，啊佢讲，动是很爱唱啊。哦，系，你动会唱唔唱？对，阿姨嗰度未全部动会唱。哦，哎，你还闹热点歌姬呢？到礼拜都有人同点歌唱埋歌呀。对啊，都已经选好了，希望我能够继续留在这里。哎呀，去菜市场人家都会点歌给他唱，对呀。买葱送肉哎，你看。厉害。吕金手老师走动都够啦。我该客家妹啊，英港恋情啊，游相记，对，还有断线给只要他给我听。吕金手老师写的歌不多，但是他每一首都是经典歌，经典的歌，懂厉害。你有唱完了吗？还忙哎，还忙啊！继续收集，希望有机会啊！希望有机会。他还要再比4年呢。洛杉矶奥运嘛，还忙。哦，从水来唱比情商了，公平哈。其实邱婷姐聪狗，不管他唱哪一首歌，每一首他都一定在那个标准以上。真的，我觉得，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，好像不适合卡卡，但是都不会掉下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你挺厉害耶，真的很稳，对，非常厉害的地方。那基本你两首歌曲，我觉得你也唱得很好，很适合你。那我觉得我最欣赏你的是，不管是你挑吕金手老师的歌，或者是挑比较现代的歌，你都能够掌握的很不错，然后唱出属于你的风格。我觉得这个是，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点。那今天这首歌呢，我觉得真的要我来跟你挑剔的话，我觉得会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你在低音的时候，用那个千不要这样压。如果那个千，你的共鸣可以再放在高一点的地方，就不会那么粗，就是听起来会比较细致一点。那你那个怕脸那个尾音收的非常漂亮，所以我还想说，在你的脸里面，很可惜，很多人唱歌就是高的地方这样，低的地方这样。哦，那个整个听起来的那个共鸣的感觉就会有落差。那如果你这个字能够在前这样子送出去的话，又更漂亮一点。好，再来就是你的高音我很喜欢。然后你那个千言万语那是最高的地方，这个音域你的音色很漂亮。那我要挑就是七在西那个在，你可以再轻巧一点，就不会七在西那个有点钝，那就会影响到你给跑，你的节拍可能就会好像快要来不及这样子，会有一点钝。那我觉得今天你最棒的就是你的尾音，我觉得你的尾音实在都收得非常漂亮，很精致。这是我觉得每个参赛者可以去学习的，因为不是歌唱到最后一个字就没有了。你看你最后一个身边，多漂亮的把它收完，完整的唱完。我觉得这个是对这首歌的一个。你的诠释跟你唱歌的那个精神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一点。好，你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也唱得很好。好，对。你有一个跳菜爱那个菜也可以再轻一点，但是第二遍歌比第一遍更好。但真的要挑就是这样，但整首歌整体我是觉得很棒。好，西蒙先生，那再来看一下整书了啊！来，欢迎顾秋婷跟分数。好，哎呦。好，西蒙
上。上礼拜还没救生符。哇，也有抽上也米头了。哦，真的呢。不是大老二了，是大老二了。他是 S 好不好 ？S。你不要。是哦，某相会高管，你永远做不到我嘛。抽下去。给他狗胆喊金虫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闹捏大陆的最红之星的嘛，闹热之星，谁有他红？谁？只比个10几关，就是可能毕业了，他一直帮他做红布条的了。闹捏是谁？好，辛苦辛苦。好了，加油加油！什么9点机？好冲耶，没以后呢。我看到时候我们那个钟欣如，我们客家的长官哈，你可不可以？就做一个奖牌或者什么，就颁发给他，对不对？哈，同给马夫冯去欣赏，公菜客家。对。哎呦，讲到客家长官，我们长官来了，好了，总群以带来一杀。好了，躺过来。你有社恐吗？对，有一点，我自己的不专业统计，超过4个人以上啊，如果开始游戏金钟，我想要变红起来。哇！啊，你要去个 S 啊，你去做嘛个事情啊？看天养啊，厉害吗？有去个一个人去看演唱会。一个人去看演唱会，我觉得就是自己也可以很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。那你蛮怪的。心悲伤啊，目着流连连，离开人烟，相依人缘，到那时同那节天亮沙，将未相见，爱上今夜，化作一层梦魇。送啊到啊，送到你的身边，见你一面，想你一遍，是不是有可能俩情缘还未相见？想你年年，想你千万遍，无奈何无上的。想你年年，想你千万遍，无奈何的理由啥无言，才爱恨，你也袂恨。看你一生离开爱的人。爱的心悲伤啊，目着流连连，离开人烟，相依人缘，是不是有可能俩情缘还未相见？长官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你为了跳歌哎，唱得一感通呢。今天蛮有气质的，谢谢。所以前几集都没有气质，前几集是可爱，电影像。今尾迄较少唔个感觉。哎呀，之前是蔡阿莫，今天比较气质。哎，皮下大皮给冲的歌哎，对，哎么一撒。
哦，13，哎呦，是怎样？喜欢13年，七家啊。我较中意13年，我甲我行落去安尼，甲我多年的地方，甲我比秀。哦，有去讲，你有社恐吗？对，有一点。哦，真的哦，我就是这自己的统计，不专业统计，超过4个人以上啊，如果开始有些紧张啊，如果我想要。冰封起来，哇！冰封起来，冰封起来，南部西安强，我讲冰封起来，空起来的意思吗？问一下指法，对，空封起来，空起来的意思系啊，冰封起来，冰封呀，对冇？我紧张啊！我讲法我冇按洋葱啊，我讲，我可以同人赠送大嘴骨，我系我开，我吃个问题啊，我听，要社交嘛，冇办法。哎呦，你又搞到按多个客台的长官，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同事，奇怪的同事啊，有。平常是当年做这个啥嘛？要上班啊，有可能。上班的同事会多啊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这样。我有时候享受孤独的快乐。哎，真的，一个人独处很需要哎，黑毛。对呀，你就问这个繁杂的事情。社恐达人。哎，去走。好，通就开。对。冇啦，冇乜事情啦，13年有上事，向书13年去改讲讲的以后，系冇哈。啊，你要去改13年去做乜嘅事情啊？你看天样啊，厉害吗？去改1年去看演唱会。1年去看演唱会，啊，有没有轻无聊吗？也很可能你们轻甜轻那种。对，也是很热闹的。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要先让他唱完？你也知道打不断。某嘿，我觉得就是自己也可以很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。去改看演唱会，那不是真的很孤独。你说自己一个人看天样，那个我还相信。看天样还没有。13年看演唱会，那就你跟旁边的也不熟，然后我就叫我的啊。哦，台型的演唱会吗？台型的，哇，哎，真的样有他是有颠哦。那你蛮怪的。票难买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我怪我很快乐。OK 啊，去给他输送，吃到挑之后了呀。对了，就享受孤独的快乐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冲刷的那边，唱批数欣赏。哦，心如啊，应该不爱看到冇强容嘅用了哦。对啊，就是用什么台很给感觉，对，就有浪漫，然后很抒情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了。那因为俩跳过哈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。其实讲起来啊，就是如果要讲到唱歌的技巧的话，其实心如还有蛮多地方是需要加强练习的。不过我感觉根本你从俩跳过，你嘅感情又感同到爱，就是你在表达的方式，前面一开始喃喃自语的那种说话的方式，轻轻柔柔的，等到副歌的时候，其实爱唐懂你。挑线摸表现出了一个上映哎，就是其实你是可以有 power 的，对，其实你知道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声音送出去的。然后最难的地方是在你把整个声音唱出来之后，后面你要回到困一上，就是那种很大的 power 要收到很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控制跟你的声音控制，它是要非常能够掌握的。才会在这首表现的里面有那种戏剧的张力，对，所以我感觉根本应该感情给表他其实真的是做的还不错，可是要讲问题的话，就是其实你就是还是有紧张，所以你的 pitch 还有你的抖音就是还是会在，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会在，就是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，我觉得它不是这么重要了，因为你的感情诠释的很有你自己。你起大概勇了，而且越来越进步了，加油！厉害啊！好，来，看一下广告的分数啊！好，看一下总评一个分数。好嘞。63分。哎呦，同样你给写墨迹2分哦。你跟我们老人家一样的分数。长辈。总比。对啊。基本上年从了以后啊，有感情啊，对，我今天觉得今天的分数应该要更高一点呢。太紧张哎，太紧张都冲过一些个声音拢太准。按遥控之后，你去给它准音，要让它在刚刚好的地方准。听起来抖得很厉害。好了，谢谢。下礼拜继续加油哦。好，来张一碧，谢谢。好。
好，杀下来。杀落去自法带落往田不夫苦行人。唐关啦。明白，唔好贪阴快，命要七家来安排。人生是海路，又高也又大，一时浪难爱忍耐。有心不怕疯狂有态，有心。你多将来，你多命送，千辛万苦也爱开。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，望天不负苦心人。明白，唔好贪阴快，命要七家来安排。人生是海路，又高也又大，一时浪难爱忍耐。有心不怕疯狂有态，有心。你多将来，你多命送，千辛万苦也爱开。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，望天不负苦心人。见面了，还有自发，遇见面，对啊，我一条歌要10分4合记啦，哈，系啊，因为台湾天北上创的，就有两种米头。要说歌兴啊，最熟的歌，最熟的歌，最熟的歌，比上礼拜去调下说的。哎呦，上礼拜第一百冲，跟从细阿婆搞很多台歌呢，真是，但是第一百提下冲。哦，上禮拜嗰條歌第一擺啲啊唱，哎呀條歌很輕熟咯，輕熟咯最熟嘅係歌，現在都唱一條歌係嘛？係咩意思？哦，阿勇今每周我們的出問題哦，跟你哋愛鬧熱小老師，哎呦，真的好厲害！我覺得我們這個同學們在一起，感情以後呢，哎呀，不會藏私哈，對，互相不交流啊，有哈，對啊，他們會請教嗆告呢。哦，當做秋婷之言呀，媽媽，真是的，姐姐就好了，不要媽媽，人哎，外面永遠要叫姐姐，好不好？大家有禮貌一點。真的很不會做人呢，沒有。你要叫秋婷姐姐，秋婷姐姐，哎，今年說一說嘛，今唔就係咪互相來交流錯嘛？走。哎，從小影咩做得同佢好肢體啊，佢起跳，肢體的動作，歌劇那還真的需要互相交流。哎，真的。他跟你請教歌唱的部分，哎呀，按同佢學嘅肢體的動作、眼神。哇，那個他是這專業的，真的啊，哦，那你就可以請教秋婷姐姐，怎麼樣可以做到不倒翁這個境界？自發可能冇想去帶研究，不像秋婷姐歌單這麼長。你做得衝癌啊？聽聽就好。做一定安靜什麼意思？其實我看比以前長，比以前長啊？康雷有一首歌的插琴，他還是這麼還是傳統的。我的意思說，你可以，我不知道啦，可能也很有個專長。嘿，哦，給他歌獻啊。
对啊，我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一些可以跟老师请教啊，有哪一些歌是属于比较现在新的东西？你欣赏啊。OK， 哎，伟如做你的宝贝啊。对对对。做你的宝贝。对，你可以听听现代这一些老师们创作出来的一些东西。哎，弹宽啊，哎那条跳战宽啊，跳战宽啊。嘿啊，趁现在还没坐上去，可以挑战一下。对啊，对，而且你再怎么挑战，说这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，吃到了。不会冲过瘾，不会整他的。吃到，因为阿不会冲。嘿啊，冲出来哈。来做你的宝贝。有时候自把真给如果是很矮啦，如果我是子华，还是我觉得做自己，当然懂重要。做好自己嘿懂重要。当然对，当然会有欣赏，还有其他人会同你讲做的吃看乜该歌不一样的歌路，可能人家嘿，这是一个挑战性。这是一个挑战性。可能有可能你解锁了某个成分。你的这个歌路，嘿啊，不过一条歌啊，动经典，那个矮来冲，我确实真的没办法唱到像你那么漂亮，我很实在的说，所以改之后你唱得懂后，那有赏时你唱歌真给就是因为我常会录音嘛，帮忙录歌手录音，你的档案一定可以用，不过有一些拍子就是我会知道要去调整。会小赶拍，你回放应该都得看到那个拍子比较一点一点的地方。那最后咪上个想要讲的就是可能较后上，就是还没吃过太多苦。一条歌他在讲的是苦，就是当你真的户头没钱又要缴房贷的时候，老师你可以示范一句，我田不负苦心啊。我愿200亿，付不出钱，就是那种改知道心情啊，就是无奈哈，没关系，就是慢慢的去经过样人生，慢慢的经过这些人生，以后可能你冲个感觉，哇，一站上去。懂人都会干出哎呦个共鸣，这一点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，人家是富2代，家里有30几台游览车呢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交换好不好？他现在也是快乐，很快活，好不好？伟如老师，我之后懂后就加油其他你从较多其他。今后嘅歌曲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然后，感谢先生。归后。对啊，某一天呐，讲真的，某一天就宴后去搞，系啊，就反正去搞适合唱的歌就唱啊。你想去搞做的吃宽啊？对啦，系啊，比如我刚讲宴后去搞一条歌，你搞不好可以去听啊。罗文玉的歌，罗文玉老师的歌，我觉得应该搞不好。可能没意思哈。归后有赵琪老师的歌哎呦 ，no， 偏航线，种音啊，对嘛？等下都谈到唔会吵，我还会练呢。个董事汉，英国做的咯，个董事汉，来，看本书嘛哈，看下字法嘅本书。哇，95.5，你上礼拜的。96.5哦，有啦，降一分，有降一分啦。降一分咯，係啊，用門幾多？係啊，先用二啊，係啊，很後生嘛，對嘛？天天嚟拼啦，拼啊，係啊，沙雷張嚟拼。哦，謝謝，謝謝，葉桂哈。謝謝嚇，攞啦。好來，沙雷係李小儀帶來成人嘅花香。誒，彈過啦。当你身后，所喷的香水。
谢谢哇，没有想到本身就一类发。对啊，你也可以这么美哦。哎，给一次都一讲啊。你知道 Jazz Cole 啊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很爱怂，然后自己曾经演的一个角色。哎呦喂，感觉还可以跳 Flamingo。对对对，因为他就叫 Rose。那你会跳吗？我没有跳的不好啦，我们不要在这边，真的是不要聊这个。讲一下港酷的事情哦。条爸有在各台打过工哎。啊，真的。哎，我们长官啊。对，他是你前辈呢。我工读生 PT。哦，你是 PT 啊 ，part time 的，part time，人家是正职的哦。对哦，他才是长官。没有叫一下长官。长官好，长官好。哦，你还在客台当过 PT 啊？因为条爸刚毕业的时候，莫斯清走，他们刚好有个纪录片，叫做世纪的宝贝哦，有一大堆要听打。哦，啊，因为硬碟太多了，该是还摸云端。什么硬碟？就是小江老师家那种硬碟。那我客台啦，客台的一些资料啦，database。现在不用硬碟，现在 Google 一打手都。但他们还是笑了啊，他们还是笑了。我说他还是会笑啊。然后因为太多硬碟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云端，就必须要去办公室。我就在那边听阿爸在那边说话。哦，我已经唔记得系马改听打嘞，马改主题嘞。我只记得我就是打到一半会睡着。哦，我用哎，做嘛？因为很早无聊，就是很早要去办公室，就是早上起不来，好腻了呀。然后不然就是打一打就开始跟隔壁吃零食聊天。打一打，真的就睡着，真的有睡着。哎呦啊！那你工作效率很低耶。对啊，应该是说，我真的不能坐办公室，应该东拍谁？哦，天生就是要吃戏剧演员这一行饭。你是薪水小偷，薪水小偷。后来就再也没有发我过去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哦 ，CP 值太低了。CP 值太低，没有用。不是，有人适合，有人不适合。哎，有你青州的做行政那条路呢？对呀，行政工作就很厉害哇！啪，哇，好厉害。哎，真的厉害。你应该是不适合，你是喜欢舞台需要你，对，那表演给你。你是舞台型人物。我曾经小时候觉得自己应该是会读书的人，你不是吗？对，我不是啊。哎，你们北艺大呀吗？我们学测分数很低啦。哦，我爸爸以前也认为我是应该很会读书的人觉得你很会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但是我放弃。你会不会冲狗啊？对啊，大师跟我好好读书，你现在的成就可能不是这样。真的，我常常跟我儿子讲，对啊，好，读书真的很重要，好吧？好，让很会读书的嘉修老师的公平一下。哦，又会写又会读。所以根本吼，我还感觉讲，你真的没有把你的天分发挥出来。有没有歌名就叫《向音跟法雄》嘛？然后我听到了你的歌声里面。法雄无嘞，像也没冇嘞。那我只听到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感觉很好听，听到花香就我应该雄。问题是这样，你中国歌哈，你没有把这个歌曲真的精神抓到，就是他这首歌的灵魂，就是他要用很温柔婉约的声音的，而且是我们所谓的叫 pillow talk， 在耳边细语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因为你太大拉拉了，你知道，声音里面都有骨头，就是那个气声没有。一开始远处传来那个远处传来，那个就远处传来，你就像讲故事一样讲出来。可是你不是，你就啪一下就一个骨头就出来了，每次就一丢就是一个丁骨牛排这样的。所以轻大众啦，是在讲轻大众。对我们来说的话，这个亚述国味，如果换成是另外一个主题，你用这种方式来唱。可能你的身体语言、你的整个发音的方式都对。不过亚述国它其实基本上需要用一个气声，给它薄的，然后在耳朵旁边听起来不会不舒服。我刚刚就很用力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结果发现我的一直越拉越远，因为它太刺激了。你的冲法就是太强烈的想要一颗一颗去表达出来你要表达的东西呢。他呢，我从头。老远公公，你的表达的能力很强，不过有的时候上行你的表现能力，就比如说舞台里面你要扮演各种的角色，对不对？偶尔哀怨一下嘛，不要那么强势的女人嘛。对，哪个这种腔雅广发表你们在对话的时候，你会很高，慢慢的讲一段蛮说服人的话，然后自己不想为什么一下就没有了，就是那个表达的方式，就是你自己会把它中断掉。
啊，对改流来讲，尤其是我一个做音乐的人来跟我说，一首歌它是一个情绪在延续，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去中断它。好，那底部读，其实有些地方呢，其实你可以做得非常的好。第一，你做得做得到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要怎么样去？你想讲，你要做一个 pillow talk， 一个轻轻讲话的小女人的时候，你就要一个轻轻讲话小女人的声音，在那个里面去做层次。所以出发点，我还感觉是用轻大松这种，你的出发点错，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把它想成是舞台型的表演，这么共同的。有赏哈，我是建议你说赏哈，你上台的时候你在想，我这首歌呢不是在舞台表演，我这首歌只对着麦克风，对着那个摄影机的一个人，里面的一个观众而已。你做不多。就很可惜了。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歌手，你会做到亮调。这首歌其实还是感觉可以做。你再想一下，我相信你会有其他不一样的唱腔，会唱得更好。因为我相信你可以做到100%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听过你唱歌很多不同的，有很多小地方你做得到。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小地方你有做到啊。我说哦，应该行，哦，应该行，那个就感觉到，哎，我就被你感动到，就隆重只有2句。就很可惜嘛，一首歌里面只唱了2句很棒的话，啊，你做不到我们就算了，可是你做得到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欣赏？对，了解哈，了解，好。也要先讲目前亲狗夫那自罚了都不得懂哦。因为你们两个要牵手了吗？啊？因为填数了吗？牵手。他上个礼拜96.5点，哎，所以礼拜看有几分嘛哈？哎哦，哈，看来看李秀仪的分数。对你以前开餐厅的时候，有堵过很糟糕的客人。有被放了，还没搞清楚，对方让我讲话，我讲啥唔记得，其实让我讲订桌，我头脑落来准总，是准备去装桌。就冇时间到你冇来啦，他爱打电话一问啊，就哇你被人家搞笑了啦，怎么这样啊？看来看李秀仪的分数。哇！自发。人店其实食材发葱的以后啦，这条位系个，佢今每表现的咩以后，佢清楚了个诶，唔怕。好，也出来，恭喜，自发等松 B 免在破 V， 目前 V 免1关，恭喜自发。也来到传统聚会，破 V 争霸赛。哎呦，上礼拜你的林克雄先生过关了呀，所以礼拜全部全新开局，全新的局面，嘛唔错，局面啦啊，好的，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到欢迎现场的比赛，比赛之前的介绍人评审先生，好欢迎李秋霞先生、昌永兴先生、罗英英先生、查启贵先生。係 CV 先生介紹的，馬上進行佢嘅比賽。新嘅朋友來咧，來自投研評證，主新分帶來評判。嚟，談啦。
系啦，哎呀，兴奋剂啊！哦，有啦，之前有来过啦，有啦，有印象啦，啊，7年前。系啊，一九冇来了啊！猪心粉啊，一种粉后生毛，系啊。行种蜜粉，像后生毛。哦，行种蜜粉，好吃啦，赞啦赞啦！哎呀，按牛按九冇来，14年上来。系啊。哦，磨汗哦，你磨汗乜嘅东西？做條路係啊？咩啦？土筍呢？而家冇乜嘅有信心。哎呦，太個安會錯。唔記得用時用版磨筆下意。哦，家下係進入6強。哦，那個忘詞。忘詞，哎呀，你從到暗號用乜磨高管啊？係啊，忘詞嘅扣分扣一場。嘅生暗號，係什麼重量呢？誒，對啊，你啊，還有心情呢，嚇，要多多練習轉嚟比賽咧。哦。練習啲膽，練習膽沒有？來給你體驗嘛，哈，體驗哈，來，誒，安來可以哈，誒，唱評審欣賞來公平哈，係，唱秋華欣賞。我緊張哦，都小朋友按叫我啦。哎呦，講老師話甲阿鳳阿姐啊講聲音懂了了，呢種嘅就傳我哋傳統按嘅基本嘅條件哈，非常好。啊，咪阿啲太吼。歸屬嘅堂嘢歌詞好，韻腳當好，是最尾一句後面三個字嘅咩？後面啊，咁唔知講乜嘢啊？有一點點嘅啦，有一點點冇一點不應。歌詞啊，可能囫囵吞棗，含糊過去啊。如果新嘅場面嘛，新嘅挑戰，唔過你叫俾一啲乜小可啦。你當年叫過管啦，哎呦，希望繼續加油。好，先生，小可嘅問題。嚟，你看一下佢嘅分數。我看一下朱新富嘅分數。嚟，小可嘅問題就是師傅咧，新富字。分數當好咧。一個呢？係啊。拜託，係咪唱歌歌詞記得帶來？係，唱下清楚啲喂，係嘛？誒，就做在操縱戲咧，你看，有幾飛哦。係啊，真係當咩唱啊？你是師傅呢，恭喜恭喜！天拜來都叫咗師傅，哇，厲害厲害！好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安子先，專業當好，謝謝。好，今日頭腦冇用，撞出嚟啊！出嚟啊！你唔出嚟？誒，你冇嘛出嚟？哦，好，好嚟沙落。沙落係菜鳥狗帶來羅山歌。我嚟彈個啦。
标记，帅哥猴，大美女猴。还给大家讲，我们大小巫见大巫，跟你有相见面的。哎呀，有介礼拜嘞哈。对啊。有几乎有隔半个月嘞，有一礼拜嘞。哎呀，有半句。哎呀，我过床到5號，因為我江浪。江浪哦，基本唱到5號嗎？吃到冇。魔力熊。哦，魔力熊嘅，阿嘅係唔怕啦，嘅唔怕。上呢種磨衝。磨下盲佢嗰種感覺係嘛？狼道係啊。因為我本身身體唔好啦。哦，來兩片真有做下小儂對。很多人唱不好的時候都自己在找理由。我知道。唔就感冒，唔就退汗。對。不過你食材有限啦，但是至少對不對？你以前開餐廳的時候，對，有感用的時間，呼風喚雨，呼風喚雨。對我經營30年，30年了。對呀。之前有堵過很糟糕的客人，有沒有被放鳥過？對，被放鳥。真的，你用把那錢。因為我冇教我講會了，我唔講，我冇搞清楚，對方讓我講話，我講實唔記得，其實讓我講定做，我頭腦落嚟轉緊，是準備去裝作，結果時間到嚟冇來啦，哎呦，這樣去去做，沒有預收定金哦，沒有，去做呢，佢大概都是很熟悉嘛，都熟悉的哦，哎，佢讓我聽，我是。照約走下去，做到差唔多時間10分，時間嚟用咪冇來啦。咁我姊妹啦，我送咩啊？我姊妹講：阿嫂，你唔要俾人便宜冇？到你啊，按多點又冇辦緊人來，嗱用人按用人嚟，我開始咧，我打電話一問啊，就話你被人家搞笑了啦，怎麼這樣？然後我是打電話給員工處，然後我就跟上司講啦，我你都係員工啊。出這個差錯，這樣惡作劇太大了啦！我經營不起，我經營不起這個打擊啊！哦，真係有一啥嘅員工出人同聽眾，很開玩笑，當然就是開玩笑的啊！我說這個玩笑不能開，因為你穿燙啊，你東西穿落去咧，你沒有辦法效法啊！係啊，那個東西沒有辦法效法。那沒有叫他賠？有，他有幫我出一些錢啦。哦，真的。那我們雙方面還蠻有良心的哦。對啦，用啥功夫啦哈？因為到底嘛很愛煮顧客啦。因為當時是拆那個摩爾什麼沙那個北二高，就在愛快點沒有順頭咧。福爾摩沙公路。我寫出來是對。然後他們每餐都在我家裡吃飯。哦。便當中餐的話都店很多。每1中10個顧客就。對，後來就是。因為他們人很多嘛，那當時開那個高速公路動音啊，愛快串燙如適逢那個機會，他們就自己裡面弄一個廚房，請小姐和歐巴桑。去做莫雷斯跟你用辦。跟那個菜有些可以吸收的就自己吸收，不能吸收的我要送給人家，不然怎麼辦？我總不能全部倒掉啊。你可以剛好招待一些遊民啊，沒有遊民啊，沒有遊民。我們寶山鄉沒有遊民。沒有。寶山鄉是富裕的家園嘞。你可以拿來台北車站啊，沒有啦，沒有自己吸收啦。你阿有後時咩年一朵啊？真的。對啦，買什麼年他看唔到嘞。對，千萬不要這樣子啊，惡作劇真的。做生意辛苦的成本啊，用下去。後來你看他就是因為這樣，他就店就倒了，就沒有。沒有啦，後來是這樣學到教訓。他一般永遠會聽走會收定金啊。我你冇做咧，一退休咧，永遠享福嘅啦。咩愛屋啦，要建地啦。哦，那我們因為那個後面的建商叫起反而屋啦，路唔啦發起唔得啦，那一定要我家的地。那我們就犧牲啦，就算了啦。我也蠻快按多年了哦，也該休息了。沒有參加。小童今日講都有談到。來，好來，從這來唱高中欣賞。好，謝謝。1997今日創呀落山歌，實在以前因為講創了無好，不過還你創了有堂啊。哦。是夢。第一開始嘅時節吼，佢當認真嘅，佢有。當好嘅一個方式來創出來，但是唔過佢都創到迷茫嘅時節，佢唔記得佢見創見台上，唔啲嘅麥克風見個一開始嘅時節，佢有做要去處理過吼。
我有建议啦，可比讲佢摘茶可以摘，佢摘 T C 摘丝的摘丝，嘿，加下葱的唔係摘茶可以摘，吼，嘿，佢摘絲，注意下加個鹽啦，吼，天機其實唔沖嚟注意好，天機嘅3日冇摘嗰隻蠶絲，吼，唔到時會走睇啦，吼，係嗱。第3季基本上冇乜嘅問題，第4季一神嘅前嘅音有一些問題，骨節酸料理嘅前音同樣，嘅秋霞老師會講戲不足啦，都未好，嘅未好清晰一個前音啦，哈。效果加強嘅嚇，本來都創新好啦，冇乜多大問題啦，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啊，我哋這個看一下兩個分數啦，啊，看一下蔡牛給嘅分數。一分數很多的啦，92分嘛，所以今日無比面炸，迄個是清大分咧，今日係辦法留下來。清大分咧，都冇辦法留下來啊！真的哦，還冇一聽啦，冇一聽，還不會很散咩？哈，太極噶，實力相當，實力相當。對，好啦哈，先專業當中哈，可以哈。哎呦，哇！腳輕柔敷通呢。對啊。個欣賞講嘛，嘿，給他們搓給片，聽一下。當過嘴哈。好來殺了。哦，殺了，來燕婷打了3個字。來，等下啦。向上辛苦。你推動學啊，你咩法聯員啊？因為我哋覺得書房嗰邊。法聯東邵老師教。較少啦，較少啦。我哋就做推動。該擺落老嘅大擂推曾金榮老師。曾金榮先生。有賣鹹菜嘛？市場點會有賣鹹菜？曾金榮。上映一大嘅欣賞啊。哦。有冇？你有唔記得？為什麼再見了？我說又見面了。哎，鬧到又衝唔衝個再見咧？他是啊。哦，沒。馬上你啊，聳腿幹嘛做一個韓團舞蹈啊？前基本做的一講啊，有沒有？啊，韓系女孩的都跟你們很搭，每次都這樣。真的哦。那現在比如說那個什麼大小姐那個，
你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不会。佢好嘅同時度呢，佢拖嘅迄個學煙啊，好嘅同時度呢，應該呢嘛。係啊係啊。好買嘅同時，衣服啊，衣服。哦，衣服哦，演的。我們寶玉老師的二胡。我以為你裝可愛衣服啊。衣服。還有很多視譜聽音啊，聽寫啊。視譜聽哦。對，就是學音樂的話，我們學校其實蠻廣泛的，就是有除了教簡譜，教五線譜，然後還有聽音啊、視譜啊，然後還有一些分科的，比如說客家系、京劇系跟歌仔戲的分科的音樂。你哪一科誒？客家戲哦。還有簡譜跟五線譜都全部都有好看。都會看的是啦。對。你像我們台灣樂隊老師都看簡譜比較多嘛。太部分啊，太部分嘛，對不對？總譜太難了吧？五線譜太難了吧？我去國外，他們都是看五線譜的，因為轉 key 關係，所以我們看簡譜。哦，是因為五線譜只能照五線譜。你們看不懂五線譜？不會吧？看得懂啊？真的是啦，五線譜就不能轉 key。不要看不起人呢。哦，五線譜不能轉 key。五線譜只有給他譜一彈。哦，所以我們台灣人比較厲害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你去國外如果要轉 key，你就會被罵。他要重新再寫。對。哦，所以一些你知道我們的感冒，你知道我們的特朗，你不能降 key，居然只能吸掉。所以國外老師好像來到台灣看到那個這什麼東西啊？簡譜，一扣能扣嘅嘛東西啊？阿拉伯數看唔識的，看唔識。對啊。哦，你都會看的是，都看得識，他厲害啊。所以我們台灣老師真的很厲害，兩種都看得懂。你還是猜吧，你還是真的嘞。真的。人家跳擺踢張樂團嘅欣賞，他好給95，他就沒有辦法轉 key。他逼得我只能唱很高音。你講很做的啦，沒問題啦。難怪你現在這麼會唱，就是被他逼出來。對啊。來，衝出來，唱音欣賞。因為燕天創嘅三個字吼，其實正經講後生就係上動將啦，吼動量。所以你講吼，你談錄音加重上過嘅時係談幾多嘅經驗，談幾多嘅生活嘅體會。後生音創就係談幾多嘅高尚，吼。所以你一比賽嘅時節，相信係冇公平，就係你上量要後生吼，和重上講就係要讓面。好，所以你係呢個優點嘛，吼好處。不過呢，實下咧建議你啊，吼就係你從咧不管係哪隻三個字平板啊，係攞三個嘅時間，吼，你入歌嘅時間會唔是按關鍵，吼，很可你玩戲嘅時會從係隻詞嘅時間，吼，強讓唔是按關鍵就衝出來，好，按樣去彈起來下比較行雲流水。好，較自然，按彈起來啊，唔係講啊，聽定你就會一點點緊張，咁樣先吼。所以玩戲嘅為所，自家一個去轉移彈一下，好，我相信你會愛顯嘅聽出啲，好，就係愛顯嘅人，你嘅聽定佢一起吸氣，向下下氣，好，按彈起來會較自然，較明顯嘅就係講聽伊佢聲線淑女有黃金，因為入歌嘅時間，好解下。好，轉去彈一下。韓國建議你第三句後生時節，後生嘅時間你兩邊係加氣勢，好，後生了，好，你從兩嘛，好，我建議你其實後生兩隻位，你做得到提起幾強用，加隻詞貼詞，比如講加後生加時節，好，我覺得會比了你嘅聲音彈起來，我覺得會很下加分，是冇呢？好，安子姐，好，來看一下分數啦，看一下賴燕婷嘅分數。好嘞。個分數有幾比錯容易啊？有幾比哦？係啊，挑嘛。對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安子姐燕婷哦。好，好嘞，殺下來。殺落去陳裡面帶來平板。來，等我啦。春天了，歌来了，年
呀！陈太公，来，嘿。你好，你看到了，反正也就追求嘅，你也莫做，唔係，佢也莫裝嘅咩，對吧？係啊，就好好做個廟路嘅嗰啲東西啊。係美好。係啊，啊，你聊一下好嘛？同你太太結婚幾多年？47年咧。47年，係啊，從頭到尾就幾集。係啊。按用笑嘛意思？冇冇搞過。冇咧，冇啊！你高中畢業就出去，我哋高中畢業就出去了，就出去做條路。高中畢業的時候，我就你家庭很辛苦嘛，哈，實就會出去存錢的呀。哦，你就抽點就出去存錢。我自己係，我家蒙叔叔。係啊，蒙叔叔。家我就因為家苦嘛，哈，我就去做清潔打蠟啦。嘛就喺建築公司上班。哦，就一般我通哦，佢哋簽我叫，喲，你哋要做以上嘅就叫錢，講1100塊啦。咁啊太少錢了啦，我一個月有2700塊啦。哎呦，哦，多1塊1倍。我講哎，我有咧存下多錢，咁忙做兵嘛。我想，好啊，咧存下多條錢咧，嗬，做兵嘛要錢好用嘅，所以我就去做貨運車、貨運行捆工哦，捆工哦，好辛苦哦，挑貨呀，哦，幫我哋本身我哋喺山村嗰上班嘛，而家調去種法，種法調去種法，調高去種法，結果我種法嘅長順條就已經喺按到喺建材公司啊，建材解決我半樣加個虧啦。哦，真係近水樓台。結果佢看到我講，喲，嗰個跟高中畢業又嘛，喺度做捆工按10萬啊。哦，還有那個有上10萬啊，很彪哦，就認識我。可以寄予一生的一個好男人，你知道嗎？係啊係啊。所以你太太咩？有嗰個先認識你啊？冇，隔壁天啊，隔壁啲建材行啊。你太太公司隔壁。咩讀到很貼咧寫那邊貼咧 logo。啱啲哦，認當係啊，認當係啦，認當係啊，應該係啦。讀到高中畢業啊，我見咩講咩啊？還沒進入社會啦。佢中間有嘛？唔知哦。47年，中間冇啦，應該很高義的人啊。都在上會談到嘛㗎。嗰啲人搭上有咩叫話認真變過來？做條路冇乜時間就上街咧。對呀，也是算半退休啊，你啊，就創過啊，教象棋啊，萬那比賽啊，幸福咧哦，好，衝出嚟，唱旗國先生，旗國先生來麻煩。哎呀，個陳太公，你咪帶來一個平板，人家平板其實平板強運程度，因為我成個創作上邊強，工人創作工人強，佢咪創嘅嘢就一般來講就用較高音。哦，比如講用 F 調啦來唱 C 模嘅強韻，嚇，佢咪來唱嚟講，坦白講啦，就一般算平平順順啦，嚇，就講猜疑建議嘅地方，低音要低一下啦，高音要高一上，也高喺度唱歌嘅，自家跳嘅一般，自家可以夾歌講，做得我自家唱，所以佢咪嚇要就感覺到講，人嘅低音部分啊，較無唱來真好啦，嚇。比如講，春天了，過那一了，cái大葉我仲要帶下來，我帶變垃圾，我變嚟垃圾，嗬。啊，高音嚟講做得啦，但是喊真好就能夠唱比較順的就較好。相信你多一點嘅，一定還有在進步嘅空間，繼續加油，好，加油！安先生，多謝啊！而家嚟看下一本書，哈，嚟看一下陳裡面嘅本書。係。一本書留下來冇問題啊，恭喜啊！哈，陳太公。好啦，下禮拜繼續看到哈，從後堂嘅歌我們睇下堂啊，安子生。好來殺下來。殺落去黎明上得來落山歌。來，談好啦，共用花蓮嘅朋友。
人生才是几十冬三万大饼啊，就是冬向上辛苦，路用树自由了。吃菜呀，又强松啊！民生记好，主持人吼，哎呦，哎，推动咩有以后的形象高见。哦，其實推動下個咩發電人啊，因為我哋書房嗰邊。發電他上映東少老師教，較少啦，較少啦。啊，我哋就推動，該擺落老嘅大擂推曾金榮老師。曾金榮先生，有賣鹹菜嘛？市場點會有賣鹹菜？曾金榮上映一大嘅先生啊，有冇？你唔記得？推動嗰邊一少人還唔記得？經過聽多年啦。按曾金榮先生，你還有教幾多學生誒？你還有啲嗰邊好嗎？我等冬逐禮拜去啊。逐禮拜哦。係啊。哎，按樣佢咩以後呢？你還唔是賣鹹菜咧？有啊。還有賣鹹菜。早是賣下主條。9箍。教我哋唱歌誒，一禮拜唱一擺，我哋通初點人種嘅茶戲，其通教我哋。義務教人家對嗎？義務啊，冇數錢哦。之前去用理解派會選嘅時間嘛，佢們有佢就很加學生嘅落邊，用理解派青島人呢，係記得會選嘅時間哦，真係很有心，佢青有心哦，很加學生嘅全部落會選。哇，那要欣賞，真係做得。誒，嗰種是唐豆公義務教的時候，係這種。哇，情感通就覺得很佩服他。他沒有收半毛錢。哇，那真係好佩服哦！哇，真太棒了，老師。而且他又很認真哦。我們哪裡錯都指點的，這樣。哦，真的是很好的老師啦。他沒有學。那你有很有福氣啊！對，很幸福啊，碰到這麼好的老師。所以我都跟他說啊，我沒有學起來啊，對不起我自己。哎呀，所以你今天分數要好一點啊，因為不好的話就對不起曾老師。真的哦，真的。衝水了，唱秋下情商公平哈。講起來對我沒有壓力咩，真係用咩嗌學生嘅呢？哦，我要去發嚟。施主。所以今日從我你電台有。馬家欣賞。我做唔得按講，因為佢初學，初學啦，初學我是本只建議啦。你初學嗰時唔好來挑戰了安南唱嘅落山歌。哦。你能夠唱下係簡單嘅平板。啊。這三個字，你上一時你唱嘅時間是當平穩，按今日落山歌嚟講，因為落山歌講老實話冇咁容易唱啦，老佢唱可能冇咁容易，所以你唱唔啲人生才是幾十動嘅時間，人邊嘅就幾十動，一隻字，冇乜個連貫性。人生才是
哦，你啊，可能希望您叫我过节啦，哈。还有做事动的时，感觉你多少，要多少盐一点点的啊。有多少？俺了耳机弹的，麦克风弹的多少有按的哈。还有录香书有强松的时节，你头前来跳床了呀。录上过那吃就演唱，唔係講嗌來當床，唔係按。我講咩有人其實是一下就是唱得嘞，你做嘢咯，裝比咩樣裝吧。但是你一架唱嘅時，你就一記，我嗌你按個唱啊去，嗌頭前來按唱，嗌後背一起係咩感覺啦，我就會注意咩，咩切標切路按嘅，啊，所以本你感覺你頭前來唱，後背你就強說，你氣就不足啦。我本你感覺哦，頭前跳難睇得，腳按死。啊，所以平喎，所以咁樣我是本就建議啊，還有唱家嘅來乜嘅呀？燕婷哦，條件咩清好哈，就按你必須要本地就建議老師非常重要，唱家我就特別對呀，讀書淑女冇講咯，你做唔得唱淑女，讀書淑女黃金，好啲阿黃。啊，所以呢只吉他師啊，當當人個我唱山歌時，先記得基本嘅嘅詩音章來。啊，基本人嘅詩有章，就你去會不會運用到不足，所以呢非常可惜嘅事情嗬。唔知還有機會留下來冇？我唔知啦嗬，看其他先生嗬。但是我因為你愛過今年是呢吉他部分，嗬，係有機會希望你繼續。好，謝謝先生。哎呀，按咗唱。目前請國父邊田來到舞台動哦，看下來看分數啊。可以看到左上邊面再播放。來，係啊，準備好嚟哈。好，來。看一下李明爽嘅分數。就好希望可以帶一點就是什麼給別人，對，給主持人這樣子，然後我就挑了一首我最喜歡的歌，然後就練了一首歌。有帶來我的歌嗎？其實芭蕾啊，剛不唱。你要怎麼新歌？你隨便講一個羅歌，台語可以吧？譬如說感冒用，這是嗎？看一下李明爽嘅分數。好。61分。好。還有金妹全部留下來。全部留下來呢。恭喜啊！恭喜燕婷。哎呀。B 面踢館。搶等送 B 面再報名。恭喜。恭喜。人嘅音樂會，哇！今日呢節目當中啊，嚟位非常優秀嘅創作歌手啊，嚇，所以好上嘅客家人啊。係哦，佢在2024年嘅時節又得到人哋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嘅福祿族哦，厲害哦，第3名。今日帶來嘅 EP 同大家嚟分享。第3名天天啊，第3名厲害咧，福祿族嘅呢。福祿族。係啊。好啦，按這先嚟彈佢唱歌啊，等下好讓訪問佢啊，來分享一位。恰搶一，好嚟彈個啦。你早就已經住佇我的心內，三不五時望着你 ，Every night， 有你的所在，才有一點點的光線，閃是。拜個的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， 你後邊說來說去，無想要轉去，一直也未出現，敢講是無緣，想要天。
几礼拜心不在，全部拢是你的影。头一摆拄着爱，啥物拢讲袂出来。明仔载我应该行着我的乌道牌，经过你的心美，但你感觉我袂歹。讲你等莫使啊，代表就是我的爱。敢讲已经阮对我拢无感觉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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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早就已经住伫我的心内，三不五时放着你 in every night。有你的所在才有一点点的光线，什么什么什什是。拜个月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， 你岸边踅来踅去，无想要。早就已经住伫我的心内，三不五时放着你 in every night。有你的所在才有一点点的光线，什么什么什什是。拜个月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， 你岸边踅来踅去，无想要。想袂停。拜个月暗暝 dancing at the party， 你岸边踅来踅去，无想要。回去，伊一直也未出现，敢是自作多情？想啊想啊想要停。哇！我要恰抢呀！罗哥好，谢青叶，根本糖豆就会行走的 CD 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厉害！你是用刚刚那首歌得到第3名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哦，我想说太过分了吧！这应该评审团特别奖。这算是一首比较新台语的歌曲哈，那种曲风哎，对，曲风再让你 R&B 的这种唱法，好屌，好厉害。它其实也还蛮像韩乐的哦，有没有？韩国的歌哎，有些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哎，现在其实很难界定了。对，现在因为大家的那个编曲啊，然后曲风其实都很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就不知道，有时候创作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是写，然后跟人家合作，然后就会蹦。真的，曲风很新啊，然后你唱法也很新，也是很现代，但衣服就比较衣服就朴实，比较复古嘛，比较复古一点，很适合他。他就是要唱歌让人一鸣惊人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的专辑名字叫 Sleepwalker 派对冥想家，派对冥想家，自我介绍来，可以跟大家问好一下。用客家话有嘛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恰抢叶，嘿，就这样，就这样 ，OK， 超短。以后嘞，谢青叶，谢青叶，谢青叶不是谢金燕哈，谢青叶，有下跌俩，对，每次在外面都说不是谢金燕，所以你那客家人知道哈？嘿，哦，那边客家人，哪边的客家人？种辣给骗哦，哦，啊，我客家有讲客家话，爸爸妈妈有讲。我会听得懂一点，但就比较没有跟着讲，比较可惜。对啊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他讲话好有那个外籍人士的感觉。我刚刚在跟罗哥讲说，我觉得好像新马那边的歌手，就是型很像啊，冲狗又一不会冲，就是很会唱歌这样。新马那边歌手很厉害。台湾也是有这么优秀的歌手。有啊，对啊，而且名字还取得这么文艺，有没有 ？Sleepwalker 派对冥想家，对。 EP 是有几首歌？ EP 是4首歌加1首 intro，
哦，intro。对，然后我这张派对冥想家的概念呢，是我透过冥想，然后让自己的意识解离，然后让我的意识到不同的时空里面，然后所写下的这些歌曲，然后我觉得人生也像是一场派对。对，我觉得在这个人生旅途中，然后人人都可以是派对冥想家，找到自己的感觉。你冥想，你是最近有加入那个有一个网红那个他们那个身心灵的部分，身心灵那个，对，你是有加入入那个，然后才可以想象出来这些歌曲。我这个比较早一点，比较早一点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很多做创作的他们都会冥想啊，因为是跟进入一个跟自我对话的空间嘛，对那种感觉。因为有时候会思绪比较混乱的时候，然后需要沉淀的时候，就我会要厘清自己这些很 mess 的东西的。对。而且这 EP 不是他自己做而已，他还找来很厉害的大咖来。有哪一些大咖？我这一次的 EP 里面的最大咖就是我有那个跟邀请金曲歌后、台语歌后曹雅雯老师一起合作。曹雅雯老师，对。哇，是詹雅雯还是曹雅雯？曹雅雯。我正想问，差一个字差很多。两个都很厉害，两个都很厉害，但差一个字差很多。曹雅雯差哪里差很多？哈？就是歌路不同啊，曹雅雯现在他已经走创作路线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詹雅雯老师他还是河洛语界的天后，你想要说什么，罗哥？你觉得不一样吗？长相呢？长相也不一样啊，长相也不一样。对啊，各有擅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不同世代的美感。对，两个真的就一个。罗哥，你觉得哪里不一样？歌路当然不同啊，就是走这种路线。邀请到曹雅雯来跟你一起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在之前也有在其他友台比过选秀节目，然后那个时候比到就有点自己不知道就是方向是什么，然后有点迷失自己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舞台上面，其实我一直很感谢曹雅雯老师，就是我在舞台上面其实 talking 蛮烂的，对啊，现在就好顺啊，你看。对啊，你现在感觉就是一个专业，但我还是还是会因为很紧张，然后会有点。那个时候比较破碎吧，对，然后但是他就是跟我说听得懂我想要表达什么，我就觉得很像在这个迷雾中找到一个光的感觉。他照耀了你，这样子，所以他有指点你就对了，对，就给我一个正能量，但也给我很多方向这样子。对，我就觉得有时候在音乐这条路上有时候还蛮孤独的，然后有时候可能需要朋友啊，然后需要大家这样子，随时提点你一下。对，雅雯姐也是那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对，那你真的运气很好，一出道然后就碰到一个金曲歌后跟你一起。对啊，而且还跟你合作。对啊，那个时候觉得很厚脸皮，而且因为他刚拿第2座金曲，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不好意思，对，但他很大方。你是主动邀约的？对。然后他就马上答应了。那个时候是因为比赛，所以他有跟我说，如果你之后有创作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啊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我就想到要跟雅雯姐邀歌，对，然后他也很大方的，就是好啊，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，共创这样子吗？对。哇，这真的很难得很愿意提携后进的前辈。音乐本来就是要大家一起来联合，然后才能创作出好的东西。就是我们金曲歌后真的欣赏你啊，是，这真的不是说说而已，真的很好啊，创作也很好听，很棒他赶紧真的有创作完的某一斗呢。而且还有另外一位贵人，对不对？今天还要跟你合作，是吗？这位好像是很多人的贵人闹热音乐会的那个 tips 就是他。闹热音乐会来这边也是地下制作人，这位老师对不对？对，这位老师是哲伟哥七炸必欣赏，这位老师，这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贡献非常多，真的也提携了好多后辈。但像你节目给去搞个广播节目没？他这个广播节目也是，对，真的很懂音乐的一位。所以今天是要邀请这位老师跟你一起合唱，知道？对，今天要合唱一首这个哲伟老师的歌曲，这首歌是《向日》。向日，向日，向日，弹宽了哈。你告
快乐，爱看日头来闪亮，当中早晨长长的空气，林暗凉凉的水，也是爱不识看我的你，爱带本你爱世界隔壁。你爱我，悄悄来看你。你讲做对，咱爱一下无，就安样点点无放弃。爱答应会托你转移，向着日头的方向踏出去。光线长等你无时时，虽然安排不用的无言字，也含的爱，空爱的航下去。本你爱世界隔壁，你爱我，悄悄来看你。你讲做对，咱爱一下无，就安样点点无放弃。爱答应会托你转移。向着日头的方向踏出去，光线长灯日暮时时。虽然安排袂用的无言字，也含的爱，空爱的航下去，向着日头的方向。出去，光线长的日暮时时，放弃悲伤，多爱一家练习，会相信，你不但将爱要听听。山顶中有北风落雨，爱将泰山起伫隔壁，平易行过。是鬼，向着日头的方向踏出去，光线长的日暮时时，放弃悲伤，拄爱一家练习，爱相信。将爱要听听。双唱将啊，
什么永远两条狗哎，正经。哎，猜你节目不止一次来宾来唱这首歌，你是不是指定来宾唱这首歌？我没有，我完全没有。自肥，大家都很喜欢这首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唱这首？我不，他们选的啊。哦，是他们选的，我没有选，都我选的。跟哲伟老师唱就一定要选他的歌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本来我们是要选咖喱巴，对，咖喱已经是 Reels 上面超红，哎，超红的，我有看，有跳。那你会跳吗？会跳吗？你如果要 Q 这个点，你要会跳？不会。我也会看到很多跟很多学生，很多人很讨厌的。不会做什么？怎么会？我最喜欢的就是被扒的那个。被扒的那个。OK。那个很有趣啊，对对，两位是这刚刚有提到，就是广播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时候上那个哲伟哥的节目，啧称奇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去上节目之前，我就想说，我今天开车就听那个哲伟哥的专辑，就是在。这个叫什么？去节目之前啦，每一次凌晨大概就是11点到1点。没有，这是另外一个节目，新节目另外一个节目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我说以前那个还有哦，对，那个在开车的时候，你是陪伴着我们。谢谢罗哥，罗哥也是我听众，我很感动。对啊，罗哥都讲有录一段，他都在听我的节目。真的哦，以资证明真的有听到，真的有听。他可能吩咐那个就是家里人，哎，帮我录一下哦。对，但因为现在有太多平台了，所以比较没听。哎，你也比较忙啊，对。因为记得上个节目啦，同 TPA 讲，记得堂来节目，还唔滴去堂来转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小孩子让我很感动，就是我在节目底部度，他突然神来一笔哦，他说我要给你个惊喜，就是我要唱，他就直接就唱向日哎，我整个很感动，因为因为爱冇讲爱唱歌哎，全部冇讲，给自己就冲出来，我以为他只是开玩笑，他真的，而且他是完整的，终于可以整到主持人哎，每次是主持人整来宾哎，他们让人家哭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来宾也很有心哎，对啊，他自己有做功课啊，真给人做功课，他不是说我拿着手机看，他没有，他就按你唱出来，按你唱出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年轻真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上节目就好希望可以带一点就是什么给别人，对，给主持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挑了一首我最喜欢的歌，然后就练了一首。今天有带来我的歌吗？其实芭蕾啊，刚不唱。你有什么新歌？你随便讲一个罗歌，台语可以吧？譬如说感冒用，这是吗？感冒用丝丝。还有谁莫按奖啊？谁莫按奖？谁莫按奖？有没有？随便啊！你之前比赛你唱过《茫茫到青基》，情茫茫茫到青基，期待跨步。好，谢谢。可以了。好，点到为止。可以。按后堂要狗会堂练基就拉了，要让大家有悬念嘛，经典歌，真的哈。有备而来的，怎么了？有哎，好像被我乱掉了。没有，不会。但是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是用听就学会客语歌吗？你有看歌词吗？有看歌词，然后我有。因为爸爸妈妈会讲，所以就有一点点习惯。你有那种语感就对了。对，然后我在看歌词，再加上就是模仿啊，有点像是揣摩他们平常讲话的感觉，然后再带入进去。当然有很多词比较没有那么精准，所以就还是有问一下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朋友。对。原来这首歌是因为他喜欢去现场歌嘞，张宪两条狗会轮冲呢。刚刚我听了以后，他唱的。比我好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知道你要讲这个，各有风味，不同的风味，我可以用给感让他表现，他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那这要说歌叫懂 T P， 任何人唱都有自己某腔的秘辛。有一个人很喜欢这首歌，许富凯。自己搞拢来讲，对，他自己跟我说，他很喜欢这首歌。那他应该也会唱就对了，应该会吧？应该会啊。如果有机会唱客家场，欢迎来哦。对啊，下一次有 Henry， 如果看得起我们这种小节目的话，请来我们节目唱一首。因为他英文名字比较 Henry，好，快点啊 ，Henry。好啦，佢正經動音整嘅動感通。古所講，佢也無唱配啥用，我冇嗌講。
恩永满冲，他都完全做足了功课，完全哦，完全爱我更感动的是，我做在发现到他改为按优秀的冲总，然后他的语感更好，然后再加上他很愿意学习。古手工在这个学习或者说唱客家歌这个部分，我就已经要给他100分。是哇，给他彩排原唱给你100分，你给你自己几分？我92，还有8分在哪里？8分1.4分了哈。然后我会觉得说，懂感通还给他彩排时间给老公，周宇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学会的第1首客家歌。对。哇，那你有唱给爸爸妈妈听吗？有哦，对，爸爸妈妈好像感动，也是第一次听客家歌吗？没有，他们有听过，但是他们好像因为我发音不准，所以他们就是需要看歌词才看。哦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哦。爸爸妈妈播出的时候应该不用。爸爸妈妈现在大概几岁了？大概5、60岁，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。对啊，所以他们也喜欢听这种风格的歌曲。会，他们都听。那在我自己的创作，其实我跟他们以往听的歌的曲风应该也是差蛮多的。因为你现在就是年轻人的这种是个世代的声音，对，也导致他们现在听都很多元，我觉得也蛮棒的。以后啊，因为你为他们开启了新音乐的大门嘛，对，所以我们这种年纪都要跟年轻人多学习，才会吸收到更多的资讯呢。真的，这还是真的。不要总是学些有的没的嘛。譬如，我一时举例举不出来，大家如果常看我们节目就会发现。我想也是。好了，这个今天非常这个，真棒，谢谢加强亚杯派对冥想家 Sleepwalker， 你们有几位做得下个歌？真的非常优秀。他嘎字体嘛，又有这种语感，可以试着写。帮罗哥写这样的歌啊？你说刚刚那个，我怕我唱不好，不会破坏了他的歌。罗哥冥想歌，巴蕊这种歌都可以诠释的这么好，没问题。没有，如果罗哥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跟我讲。真的吗？直接写了，尽量写。真的啊，要有他的歌名的谐音梗在里面，让他好记的。那我要买断哦。没走的啦。不过因为现在是新人辈出，你看创作歌手现在其实也很多。我上次去有专门的写手，然后一天在台湾就可以创作出1000多首歌。真有啊！而且现在都在短音时代啊，有很多歌都不到1分钟，真的，然后就红了。对，真有啊，太多了。我应该要写拽个屁那种歌吗？是叫拽个屁吗？应该是吧。加油啊！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！好，节目最后告一段落啦。好冲国的朋友，加了报名哈。加大天发来，人叫6667人流人等待这个大天发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。什么多谢两位。什么？恰恰家派对冥想家，好的4P多多支持。什么？小飘老师啊，有没有最欣赏？安子 C 辛苦嘞。什么？烟囱工作人员辛苦嘞，安子 C。好，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天都准时出来呢。老年大愉快，老年穷下来，拜拜。